对外台歌仔戏开始搬到电视台，变作是人人拢知影其的歌仔戏国宝杨丽花。伊这60年来表演人生，即马拍算家翕做纪录片，今日举办开镜记者会。杨丽花也讲，希望透过这支纪录片，继续把这挂传统艺术传承落去。 熟悉的声音，就知影歌仔戏国宝杨丽花一节目就要开始。讲到杨丽花，台湾街头巷尾同人知。杨丽花搬歌仔戏为野台戏搬到电视，搁有国家戏剧院。不过较少人知影的，杨丽花嘛演过转来安平港这挂台语电影。杨丽花感谢大家对伊的疼惜，伊嘛讲希望透过演过的画面，通把这挂艺术传给后一代。只要留的好的东西给下一代的人再去演，我不会演这个忠孝节义，我的绝交是什么，我都要留下来。我有多少的，我都要贡献了。80岁的时候，要不要再出来演一个？也有可能咯。 我也很想。由公共电视、台湾电视公司、加国家影视厅中心三方共同制作的杨丽花纪录片《世纪初恋杨丽花》就要开始制作。在开镜记者会现场，主角杨丽花、杜德丹、阿兰加三方制作代表拢到场。它之所以珍贵，是因为可以把台湾的文化再造，透过这样的一部纪录片产生一种动力。如果我们杨女士是歌仔戏文化的造浪者。 透过这部纪录片，我们相信可以鼓动更多的造浪者，来推动整个台湾歌仔戏文化的向前。记者会现场也播出侪杨丽花以早表演的画面，世纪初恋杨丽花纪录片有杨丽花60年以来的表演记录，按算伫2025年播送。杨丽花讲，若无歌仔戏也袂有杨丽花，真欢喜通伫台湾奉献伊的歌仔戏专长。伊讲，伊甲这个传统艺术展现给大家，也望通予后辈继续传承。记者关长随台北报道。